这天上地下，我李云瑞最美。虽然有人眼瞎看不到我，但也不是我的错。您说的是谁？他是谁？究竟是谁，让你付出这么多？长公主心中的那个人是谁？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能把疯批一样的长公主迷成这样？她又为何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呢？这与她的童年和叶青梅都脱不开干系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在林婉儿和范闲大婚的时候，李云瑞也抗旨从信阳回到了京都之中，不仅仅是为了送一下自己的女儿，更是为了给自己的好女婿送上一个坑。连续几天的时间，让人将内裤的账本给整理了出来，送给了范闲一份大礼，内裤亏空2000万两。单是这个亏空，就能让其他的商人不再跟内裤做生意。范闲若是半年内无法补上亏空，内裤也就会从他的手中被夺走。面对丈母娘的出题，范闲也是早已经留有了后手。不过现在范闲大婚的事情才刚刚展开，二皇子还未曾出手，范闲也需要先安稳的度过自己这个婚事才行。而在李云瑞帮助林婉儿梳妆的过程中，对着自己的这位女儿说出了一番话：她李云瑞是天下最美的女人，但可惜那个人却看不见。在李云瑞口中的这个人所指的也并不是林若甫这位曾经的丈夫，而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庆帝。从这里也就开始引起了李云瑞当年身上的一段往事了。在原著的设定里，李云瑞跟庆帝之间是有着一段感情的，两人虽然说是有着兄妹的身份，不过两人却也是有过一段不伦的恋情。在庆帝的父亲成王还没有登上皇位的时候，小时候的李云瑞就一直对自己的这位哥哥非常敬仰，甚至将庆帝当做了自己的偶像，就跟范若若和范闲现在的相处情况类似。不过李云瑞却更加偏执一点，认为如此完美的哥哥只能够属于他一个人。但是早年的庆帝却并没有对李云瑞回应过感情，当时的庆帝就已经很在意自己的名声了，所以一直跟李云瑞保持着兄妹的关系。其实当初李云瑞对于庆帝拒绝他的感情并没有太在意，毕竟只要他的这位哥哥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就已足够。但叶青梅的出现却让李云瑞的内心更加疯狂了起来。叶青梅在李云瑞的眼中可谓是当着他面将庆帝给抢走了，所以李云瑞对叶青梅存在着很深的恨意。庆帝当年也更为喜欢叶青梅，从而忽略了自己的这个妹妹。在叶青梅身死的那一晚，李云瑞同样是有着参与，他也想要亲手解决掉从自己身边抢走庆帝的人。但是即便是叶青梅死掉之后，庆帝也没有正眼去看一下李云瑞，因为当时庆帝的眼中早已经充满了权力，完全不在乎那些儿女情长的事情了。李云瑞无论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都无法再引起庆帝的注意。而最后李云瑞被指婚给林若甫，也是因为庆帝对他在身边不断的骚扰有些烦躁了，便直接将李云瑞给嫁了出去。在李云瑞的眼中，他对庆帝的爱是非常真心的，但庆帝却始终都看不见。所以在跟林若甫和离之后，李云瑞便将目光放在了太子的身上。太子李承乾在面相上跟庆帝是有些相似的，李云瑞得不到庆帝的爱，便将自己的感情进行了转移。而太子从小就久居深宫之中，面对自己这位姑姑的诱惑根本抵挡不住，瞬间就沦陷了进去，甚至在东宫之中摆满了李云瑞的画像。李云瑞已经很轻松的就掌控了李承乾，只是李承乾并不是庆帝，李云瑞的心中依旧是想要将庆帝占有。但李云瑞却不知道的是，其实庆帝的心中对于他也同样是有些感情，但为了身为帝王的名声，庆帝是不能将这份感情表达出来的。不要他死！公主，冷静。我很冷静，叶青梅的儿子必须要死。庆帝可以说很在乎自己的名声，可以说他想做的每一件事都尽量会使用借刀杀人的方式。比如废相的决定，就利用范闲和李承泽之间的争斗，成功的废除了宰相之位。很多的事情庆帝不会亲自动手，为的就是在史书上减少自己的污点。所以跟自己妹妹李云瑞在一起的这种荒唐事儿，庆帝是根本不会去做的。但庆帝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对李云瑞有了一些的感情，毕竟李云瑞天生的一副天仙般的容貌，就算是庆帝也难以抵挡那容貌的诱惑。而庆帝对于李云瑞的一举一动也都是看在眼里的，甚至李云瑞所求的很多事情，庆帝也都答应了下来。即便是将内裤交给李云瑞掌管，但庆帝对于这份感情是永远无法明说。李云瑞也就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直到李云瑞和李承乾私情的事情爆出，庆帝才最终难以压下这份感情了。当时庆帝是打算直接掐死李云瑞，除了他做出了如此丢人的事情外，就是认为李云瑞背叛了对自己的感情，尤其背叛的人还是自己的
儿子。当初指婚林若甫，庆帝也不过是为了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，认为李云瑞成婚后自己对李云瑞的感情会淡很多，但实际上庆帝更想要的是一切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感觉，对李云瑞更是如此。所以在发现李云瑞竟然脱离了自己掌控之外，庆帝又如何的不恼怒呢？只是因为庆帝在感情上不断的冷漠应对，才让李云瑞变得越来越偏执。李云瑞其实跟庆帝是同一类人，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可以不择手段，这兄妹二人最终也只能有一个被逼疯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阿乐呀。